今日嚟到嘅呢個樓盤啦，曾經2019年開盤嘅時候咧，自己都爭啲忍唔住想入手啊！點解當其時冇買呢？因為當其時嘅錢唔夠。而家好不容易啲業主啦捱到現房啦，開發商直接將升級後嘅二期打5折出售，單價嚟到9字頭，仲送埋你豪鐘添。究竟連我呢個地產人都中意嘅樓盤如何呢？今日帶你一探究竟。樓盤位於政府斥資咗35億打造嘅情侶路旁啦，距離先得50米，一覽無遺。背靠住咧就係國家4A級嘅旅遊景區尖峰山森林公園啦。生態居住環境嚟講咧，絕對係冇得頂嘅。隔離咧仲係政府嘅行政中心，包含咗稅局、公安局、人民法院、檢察院等嘅。商業中心嚟講咧，我背後咧就係摩天輪大順山都會啦，3分鐘可以到達富源廣場，5分鐘可以即到西部最大嘅商業中心萬達廣場嘅，30分鐘可以即到關口返香港。一梯一伙嘅設計啊，豪宅嘅標準，而家嚟到咧1538尺，4房2廳2衛嘅一個戶型啦。見得到嘅入戶花園嘅空間咧係自己獨立去使用嘅嚇，而且而家開發商咧仲帶咗豪鐘交付。見得到嘅中夾門、4合1嘅智能媽媽鎖同埋呢個鞋櫃都係到時嘅交付標準嚇。經過玄關位咧入到嚟右手邊就可以見到一間160尺嘅客房啦，而且全屋帶有格力品牌嘅中央空調。入到嚟咧就係一個開間去到4.6米嘅一個客廳啦，客廳連住咧就係90尺嘅景觀露台啦，朝東南位睇翻我哋一個尖峰山嘅新景，以及係內園景觀嘅。親客廳一體嘅設計啦，餐廳嘅位置咧係預留咗6到8人位嘅一個空間㗎，連住咧就係一個 L 型嘅廚房啦，仲送咗你一台洗碗機添。南北對流嘅設計，呢度咧就係一個45尺大嘅一個生活露台啦，樓下就可以望到我哋園區15尺嘅一個中心水景啦。而家咧就嚟到我哋一個休息區嘅位置啦，呢度咧有2間房，佢哋分別嘅尺寸咧係115尺嘅書房設計啦，140尺嘅一個公主房嘅設計，對住咧就係我哋一個做好公室分離嘅洗手間啦。重點咧，我哋睇翻呢一間隱私性非常之高，320尺嘅一個主人套間嘅設計啊。入到嚟嘅空間感咧係非常之足夠嘅，而且呢度咧仲送咗呢一個好大嘅 L 型嘅景觀飄窗位置，睇翻我哋一個尖峰山嘅新景啦，同埋內園景觀嘅。呢度咧仲有一個走廊式嘅一個衣櫃嘅收納空間啦，主人房都會做到南北對流喎，而且呢度有一個隱私性好高嘅75尺嘅洗手間位置。曾經咧開盤咧呢個樓盤賣到2萬蚊一平方，而家咧開發商直接打5折出售，單價嚟到9字頭，最平嘅單位咧 total 80零萬就可以上車啦。有興趣嘅嗱嗱聲按我過嚟實地睇樓啦，有專車接送。